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世界慢慢遊。你去首爾旅行，可能會諗起明洞、弘大、江南、咖啡店、韓劇場景，一個又潮又靚又乾淨，好似永遠有燈光、有音樂、有年輕人行街嘅城市。但如果你喺首爾街頭行慢少少，唔好淨係望高樓，試下望低一格。你可能會見到馬路邊有一扇好細嘅窗，窗入面有燈、有床、有雜物，有人生活過嘅痕跡。嗰度唔係倉庫，唔係地牢，而係一間屋，一間一半喺地上、一半喺地下嘅屋。呢種屋韓文叫做板子下，英文常見寫法係班住下。班係半，之下係地下，直譯就係半地下，即係我哋今日講嘅半地下屋。好多香港人第一次認識呢種屋，可能係因為一套電影《上流寄生族》。電影入面，一家人就住喺半地下屋，窗外唔係天空，而係街邊、車輪、路人嘅腳同埋人來人往嘅日常。有人喺窗外灑水，有人喺街邊飲醉，有人路過。你喺屋入面，世界就喺你頭頂行過。嗰陣時，好多觀眾都以為呢個只係電影誇張出嚟嘅畫面。但其實半地下屋唔係電影佈景，而係首爾真實存在過，而且曾經相當普遍嘅城市住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點解一個咁發達、咁光鮮、咁有國際形象嘅城市，會有人住喺馬路下面？答案唔係一個字，窮咁簡單。半地下屋背後其實藏住幾層首爾嘅歷史、戰爭陰影、城市急速發展、土地不足同埋租金壓力。半地下屋最初唔係為咗俾人住，喺上世紀70年代，韓國仲處於冷戰同南北韓緊張對峙嘅背景之下，當時新建築物需要有地下空間可以作為防空避難用途，即係話呢啲半地下空間最初其實係一種安全設計，一旦有空襲、有戰爭、有危機，城市入面嘅人就可以落去避難。但係城市好多時就係咁，一個原本用嚟避難嘅地方，後來竟然變成咗生活空間。70年代、80年代，首爾急速工業化，大量人由鄉村走入城市，有人嚟打工，有人嚟讀書，有人嚟揾機會。城市越嚟越多人，樓就越嚟越唔夠住，地面上嘅屋租金越嚟越貴，於是原本唔係住宅嘅半地下空間，慢慢被改造成出租單位。對業主嚟講，呢啲空間本身已經存在，改一改就可以收租。對租客嚟講，住喺地下室雖然唔理想，但係租金平啲，又近市中心、近工作、近交通。於是半地下屋就慢慢由避難空間變成低成本住宅。佢唔係完全喺地下，又唔係真正喺地面，而係卡喺中間，有少少陽光，但唔多。有一扇窗，但窗外可能只係牆腳、車底、街邊污水渠，甚至係路人經過嘅腳步。你可以話自己住喺首爾市區，但你每一日打開窗望到嘅唔係城市天際線，而係地面世界最低嗰層嘅景象。但係半地下屋最難受嘅未必只係見唔到天空，而係嗰種濕氣。牆身有霉味，衫有霉味，棉被有霉味，連人行出去身上好似都帶住一種地下室嘅氣味。呢種味道唔係沖個涼換件衫就完全洗得走。對住喺入面嘅人嚟講，佢唔只係一種氣味，佢更加似一個標籤，提醒你係由城市下面行上嚟嘅人。半地下屋之所以有咁強嘅象徵意義，就係因為佢個位置好尷尬。你未跌到最底，但你亦未係真正上到地面。上面係繁華嘅街道，下面係你嘅生活。人哋行過你屋企窗口，可能唔會知入面有人，但係住喺入面嘅人，日日都知道自己同地面世界只差幾級樓梯。所以喺首爾，所謂向上流動，唔只係一句形容詞，佢真係一段樓梯。你每上一級，陽光多一啲，空氣好一啲，租金亦貴一啲。住喺半地下嘅人，每日出門都要由地下爬返上地面，但心理上佢哋好似仍然被城市壓住，因為個窗永遠唔係望出去，而係望住人哋行過。如果只係平啲、細啲、暗啲，可能都仲有人接受。
但半地下屋真正危險嘅地方係佢嘅地理位置，水會向低處流，暴雨一嚟，街道變成河，地下空間就好容易變成水池。當城市排水系統負荷唔到，水唔係慢慢滲入嚟，而係會由門口、窗邊、廁所、渠位湧入嚟。對住喺高層嘅人嚟講，暴雨可能只會影響交通混亂，但對住喺半地下嘅人嚟講，暴雨可以係一個真正嘅生死問題。2022年，首爾遇上嚴重暴雨，當時有住喺半地下屋嘅一家人被困，最後喺水浸之中死亡，令韓國社會再次正視呢個問題。而呢件事之所以震動咁大，係因為半地下屋唔係少數個案。2020年官方數據顯示，首爾大約有20萬個半地下單位，佔全市住戶大約5%。即係話呢啲唔係幾個人嘅生活，而係一個城市曾經長期接受落嚟嘅住屋方式。之後首爾政府提出要逐步淘汰半地下住宅，限制再將依類單位用作居住用途。但係問題係講淘汰容易，真正困難係住喺入面嘅人可以搬去邊。但呢個位正正就係政策最矛盾嘅地方。對政府嚟講，淘汰半地下屋好似係消除城市傷痕，係保障居民安全。但對住客嚟講，呢間屋可能係佢哋留喺首爾市區近工作、近交通，最後一個負擔得起嘅位置。你話佢危險，佢知道；你話佢潮濕，佢都知道。但真正問題係，如果唔住呢度，佢可以住邊度？所以呢件事唔只係安全問題，亦係生存問題。因為半地下屋唔係單純一個建築問題。佢其實係住屋問題。如果冇足夠平價、方便、安全嘅替代住宅，原本住喺半地下嘅人只會被推去另一個角落。其實呢度先係最難嘅地方。半地下屋唔係因為城市唔知道佢有問題先存在，而係因為大家明知佢潮濕、陰暗、危險，佢都仲有市場，因為佢填補咗城市入面一個最尷尬嘅缺口。有人需要住喺市區附近，但又負擔唔起正常地面住宅，所以半地下屋唔只係一種居住環境較差嘅住屋，而係一個城市用最便宜、最隱蔽嘅方式去承受同消化住屋壓力。呢件事亦令我哋重新去睇首爾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旅行見到一個城市，見到嘅係呢個城市想俾遊客睇到嘅嗰一面：大商場、地鐵、咖啡店、名牌高樓。但係一個城市最真實嘅樣，往往係遊客未必睇到，亦未必留意到街道上最低嗰層窗。其實呢種故事唔只屬於韓國，香港有劏房，東京有超細迷你單位，倫敦有地下室出租房。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嘅半地下，名唔同咗，但係問題好相似。當一個城市房屋太貴，普通人就要喺城市角落揾一個位置勉強安放自己。所以下一次你去首爾，可能仍然會去明洞、弘大、江南、漢江邊散步。但如果你行經一條普通街道，見到路邊一扇細細嘅窗，可能你會諗起城市唔只係向上生長，城市下面原來都有人住。上流寄生族唔只係一套電影，佢拍到嘅係一個城市最難堪但又最真實嘅一面。如果俾你揀，一邊係住得遠啲，陽光多啲，空氣好啲，空間大啲，但每日返工要用長時間通勤，逼車更辛苦；另一邊係住喺市中心附近，近工作、近交通，生活方便，但係可能終日見唔到太多陽光，空間狹小，甚至要住喺半地下室。你會點揀？你會為咗生活機會犧牲幾多居住品質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呢種用地理、歷史同生活角度慢慢睇世界城市嘅內容，記得訂閱《世界慢慢遊》。我哋下一集再一齊慢慢行去世界另一個角落。